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民进党台中市议员谢志忠开记者会，痛骂立委江启臣过去伫立法院带头阻挡前瞻预算，即摆选举要到咯，煞搁甲前瞻的建设成果当作是家己的政绩，放伫个竞选扛棒，根本是靠挂伫我尾咧选举。江启臣是回应讲，监督预算、监督施政，为地方争取着建设，这拢是民意代表应该做的代志，这拢天公地道。江启臣讲，欢迎所有的民意代表，拢会当大声来讲出着家己替地方做出啥物款的贡献。立委江启臣竞选的看板宣传前瞻的政绩，顶面写讲成功争取到一个5000万改善软皮仔溪的环境。民进党的市议员谢志忠开记者会讲，前瞻的各个补助丰原山城真济基础建设的经费，嘛带动地方的发展。不过过去江启臣伫立法院带头阻挡前瞻的预算，伊要求放下前瞻，放下台湾，结果将这个建设的成果讲是伊的政绩。我们很多的基础建设需要前瞻政帮忙的时候没有到位，江委员你要负责任呐。那这些有到位的，你怎么好意思说是你成功争取的呢？那这不是收割是什么？怎么才是收割呢？有人批评讲，阻挡前瞻计划，只嘛搁摕来做政绩。江启臣讲，为地方争取建设本来就是应该。监督预算、监督施政是民代的天职，为地方争取建设也是民代该做的事，这都是天经地义的。江启臣嘛讲，乡亲拢想要知影地方的民意代表争取什么款的建设，所以讲欢迎所有民意代表拢有当大声讲出来，本身替地方做什么款的贡献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耳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